罗西亚一只客机临时在远东地区摔落来，当局是证实机组员包括乘客总是48个人全部罹难。初步调查后，这事故的原因有可能是甲天气无好有关系。这是对救援直升机顶头看到的画面，所在是伫长达南平16公里的偏僻山坡地，飞机响伫咧树林内面，柜台导火庆烟。 Спасатели МЧС России прибыли до места крушения самолета.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по осмотру выживших на месте крушения нет. 当局讲，这台安加拉航空营运的安托诺夫 AN-24型双发动机客机，是对阿穆尔州首府海南炮要飞去腾达，伫咧离腾达机场约过几公里的所在煞出代志。Пропал с экранов и не вышел на связь пассажирский самолет Ан-24.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на борту находилось 48 человек. Самолет следовал по маршруту Хабаровск-Благовещенск-Тында. 飞机摔落所在拢是湿地，救援人员行差不多点外钟才到现场。官员讲，根据初步的调查，出代志的原因可能是天气歹、飞行员失误，或者是技术故障所造成。因为迄当阵云正低，飞机进前已经试过要降落机场，也毋过无成功。第二回准备要降落机场时阵，雷达顶就已经看无这台飞机。这种机型的客机已经有50年的历史。一开始是苏联时期伫咧基辅设计，几多年来一直拢无伫咧乌克兰使用。官员讲，这台飞机最近才通过检查，也过民航局讲，自2018年开始，这种型的飞机已经发生过4件意外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